镜头转来到国内，汤圆路德国民运动中心有家长伫囡仔受水池去互排水孔吸掉咧，这脚只片吸一个红起来盖大痕，因为国内外拢捌发生排水孔甲人吸掉毒水死亡的案例，议员都要求体育局爱加强管理，负责相关的赔偿。 脚只片被四处恐怖正大红色痕迹，桃园路德国民运动中心传出1日暗时6点，一个妈妈伫囡仔游泳池陪囡仔佚佗，常被输水口强烈输入，无法度家己脱困，只好叫囡仔去喊救人，可以是真惊吓。 我陪3岁的孩子在儿童游泳池里面玩水，靠着墙壁移动的过程，突然就是被吸住我的背部，然后我没有办法动弹。 有议员即期发生意外地点是囡仔游泳池，连大人拢会常常被输入，无法度脱离。那安尼囡仔要安怎呢？也讲到国内外都冇发生排水口输入地区毒水案件，一定爱细致要求体育局加强运动中心管理甲设备巡视，要负起相关赔偿责任。 中心第一时间有立即关闭花洒，并且进行相关的检修，设施设备是没有异常的状态。不过为了安全起见，现场有立即摆放告示来做示警。 针对囡仔伫排水口输入伤过强，造成民众受伤，体育局除了表示失礼，联络慰问甲协助保险理赔代志，现场安排人员加强巡逻提醒，评估建议减少输入改善方案，也要求各运动中心全面检视排水孔输入的状况，避免同款代志搁发生。公视新闻桃园报道。